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9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台美关税顺利超到15%，要另外搁再踏关，而且佫是全世界头一个争取到232条款上优惠待遇的国家。行政院的副院长戴立军完成任务，透早6点回来台湾，行政院长邓英泰也亲身去甲接。在所有的跨部会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关键的这一步路啊，所以尤其是我们每一次在前线谈判的时候，事实上总统院长都是无时差，在台湾 stand by， 我随时可以打电话回来请示来解决我们所有问题，所以是整个政府大家一起努力走到今天这一步。感谢政府做上强的后盾，这届谈判团队由邓丽君带领，由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丁年等人共同参加。14暗时去到美国，伫美东时间15完成总结会议，包括对顶关税降到15%，袂搁再贴关，搁超出台湾模式，也就是台湾企业自主投资2500亿的美金，也搁有政府提供上悬2500亿美金的信用担保，进行供应链合作，真做是全球第一个摕到美国232条款上优惠待遇的国家。行政院长邓英泰肯定谈判团队讲出一支水开的红布朗，亲身来接机。当然，后续还会有辛苦的过程。那副院长跟杨振宁政委谈判代表以及所有我们的谈判团队，会持续的以国家的利益、产业的利益、国人的健康跟粮食安全4大目标，完成所有总统跟国人所交付的责任。戴立军讲，这个谈判证明台湾人的骨力、技术甲产业已经真做是世界关键的力量，有感受到世界看好台湾，需要台湾。规个谈判的过程，1月20早起，行政院会正式说明。公司新闻听收玲、郑建光综合报道。也讲到台美谈判，咱台湾的半导体业者爱加投资美国2500亿美金，这台积电敢会变作是美积电？经济部是估算到2036年，这台积电伫咧台湾的产能也有到8成，免惊去美国吃去。台美关税确定，同时确定台湾半导体加科技企业会阁新增加对美国投资2500亿美金，合代票7.9兆。进前几家团出台积电，阁再到美国，阁再起5座晶圆厂。可能烦恼的甲台积电拢乌甲空空。上强一年是团出台积电2026年会伫南科甲嘉义，阁再投资4座先进封装厂。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leading-edge and advanced packaging facilities in Taiwa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董事长韦铁嘉也伫发说会强调，因为产能真严，会斗阵来加大台湾甲美国厂的投资。台积电正伫台湾总共启用5个先进封装厂，伫进行的也有军创南科厂房改建封装厂，甲嘉义园区1期的2座。将来有希望阁再加入嘉义园区2期先进封装厂2座，甲南科3期2座。因为目前先进封装厂的产能，就是尤其是 CoWoS 的产能，是完全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积电还将部分的产能，然后外包给细品去进行封装。台积电讲，建厂资讯以公开资讯为主，经济部也发文强调，根据布局规划，到2036年时，台积电伫台湾的产能将会比率有80%，美国呢占大约20%。宣布台积电的变做美积电的记录。行政院强调，台湾是头一个争取到232条款半导体加衍生品关税上优惠待遇国家。那韩国媒体真关心，专家也分析，南韩的感觉真大压力。但是其实真正的着眼点是应该讲说，无论是南韩或者是台湾，为了争取比较好的税率，我们要付出怎么样的一个代价？另外，美国这个法院可能伫20对关税政策合法性来做裁决。毕竟是讲，一旦现行关税被推翻，会随来启动10%的临时关税，并且继续来研究是不是更加有法律恢复的更加远的路用行。记者综合报道。台海情势紧张，美国军舰前2天搁再经过台湾海峡，这也是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以来，美国军舰第4届经过台湾海峡。不过这届是有较罕见，中国是无搁再出声来批评。美军第7舰队射运平台看到不克级飞弹驱逐舰“芬运号”伫日本欢喜号港正在戏里的画面，并且讲“芬运号”正伫前沿部署的状态。也来中共东部战区公开“芬运号”甲海洋测量船“西里斯号”16出切通过台湾海峡，讲全程军事监视。这是去年全实会了后，美国军舰头一摆经过台海，也是川普第2任期内底第4摆。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各国均享有自由航行权利。
国防部不会主动公布友盟国家基建动态。当时，《纽约时报》依据海上船只定位资料分析报道指出，中国近期2摆伫东海海峡大规模来组织上千只渔船，范围有200海里，造成部分海轮必须避开蛇队包围过。专家研判，相关行动是演练海上民兵快速来集合来控制海峡。主要任务就是在战时的时候协助海上的这个侦查，乃至于这种船团的方式进行封堵。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就是防止中共用这种非正规的手段来遂行他两栖登陆的资源。中共继续武力恐吓，不过赖总统提出的1.25条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进前伫国民党加民众党立委人数优势之下，第8摆暂办立案。不过，伫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访问美国了后，讲要家己提出版本，国民党有压力也会规划来提案。中国国民党党团都不排斥任何的选项，我相信我们中华民国没有人会愿意不要加强自己的国防。两国政府的磋商以及国内军事需求的机密，这是属于行政权跟国家安全的机密资料，你这些都没有参与，你怎么去拟定特别条例呢？对着这样动作，民进党立委批评是头壳大新，呼吁和国防条例进入委员会讨论，这是优先的事项。也立法院国防委员会19会以机密会议的形式，邀请国防部长顾立雄来说明军事顾问详细项目，是不是希望解决这个极其客调的局面，真受到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中天新闻的记者兼主播林新友，涉嫌做背骨的买收军人，甲这军事机密交予中国。即马是查到6个人，依照国安法甲贪污等罪羁押禁见。当地社群平台分享工作日常，中天的记者兼主播林新友顶日稍后检调约谈，防指控涉犯国安法等案件，经过桥头地检署复审了后，17已经予羁押禁见。他都有配合我们的新收程序，那也正常带到他的那个涉网区去，一切看起来目前都正常。检方怀疑林新友涉嫌提供现役军人数千至数万块，来换对方将军事资料交付给中国人士。专案也有5名现退役军人涉犯国安法、甲贪污罪嫌，封成押禁见核准。本案是国安局依国安联防机制，统合国防部与调查局共同调查。循线查获相关人员涉国安法事证，采即收即办原则，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国防部回应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案件无被评论。刘慧慧也表示，对专案暂时无评论林新友所属的中天电视，是以文字说明对案件拢唔知影，无法度回应。风声中天去敲锤并不是事实。希望马德事情不是让司法部进一步的这个破解，我们希望勿往勿重，尤其不要出现白色恐怖。是不是有些人呢在当所谓的中间人，又或者说呢，他是借由这一个跟中国的接触、跟台湾地方的接触呢，去提供利益，这个呢就必须交由司法来判定。军人黄志狂轮作强调，已经查出来阳台有架5000支翕导航行政影片，且5项用承诺书，答应暂时无抵抗，甚至也有交付军事机密文件，过去也捌查获几啊件，拢是涉嫌罪対象前党工等人，甚至利用乌帮地下集装，叫无团体作为吸收军人的一个管道，对方透过民间人士来吸收，诱惑现退役官兵，也互相关单位侦办，增加难度。所谓的白手套的一个方式来去跟这个一些机敏人士进行接触，这一些都是希望他们会希望去做到一些断点的一个效果，让我们这一边在反情报跟侦查上面的话，或许会有增加一些麻烦。反正中共渗透国内已在修法其中，提管现役军人行着罪刑责，相当判10年。那些民众鼓吹战争，也是公开散布危害国安等错假信息，相当也面临100万罚金，已经伫立法院审查。也毋过中共渗透方式百种，或者建议伫反情报甲情防能力上，台湾有望有强化的空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变强，北部东半部地区开落雨，到下暗这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雨会愈落愈大，请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咱来看温度。温度方面，今日各地低温是14度至17度，日是北部基隆高温是21至22度，中南部花东是25至28度。下暗强烈大陆冷气团到规，温度会阁继续降。按算是拜三时上界冷，爱一直冷到拜六，天气才会较烧热。
继续来看台中文心路二段，有人落雨天骑机车，伫咧转弯的所在，长期弄到电火条不幸来死亡。这家属是指控讲，这交通标示做无清楚，讨国赔。即马勘验了后，发现这个标示是做不够大，真正是无合规定，判这交通局爱赔165万。市顶一道汽机车全部拢冲出来，不过到台中市文心路二段这西湾的所在，大部分骑车的人拢会减速骑较慢的。交通局伫西湾的所在设立4面护理标志，黑色指向是箭头，配黄色底色，想要有先来更是有西湾的所在，不过是毋是法度有作用，民众是无同的看法。第一个是我觉得那个标志大小是其次的问题，因为我看不懂那个在干嘛，然后甚至是因为我平常也会在这条路上骑机车。那我可能连这个标志都不会注意到。我会注意到它，因为这边就是弯，其实正常来说本来就要减速了啦。其实因为它也是有亮亮的，所以还是看得到啦。2023年10月26岁姓王骑车的人骑到这路段，敢若因为落雨落骨，失去控制，冲出车道，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死亡。司法家属认为这个所在是会造成事故西湾的路段，市府设立标志无明确，甚至乎树叶啊砸掉咧，所以提出国家赔偿434万元。台中地院勘验发现，护理标志依照规定应该设置长90公分、宽75公分大型的寸树，不过实际上长宽只有74到60公分，受公共设施管理所限。最近判决交通局爱赔偿165万元，专案意外使上诉。该处尾弯道，交通局已设置相关标志标线，提醒用路人注意。本案已进入司法程序，交通局将在研究目前相关客观事证，研议后续处理方式。台中市府讲已经加强伫文心路二段西湾的这所在设置标志标线，提醒用路人注意。由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庭司，会搁再研究即阵相关客观的事情，研议后续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搁来看台中车头，伫咧拜六下暗，一对翁仔某伫咧月台顶逛逛街 ，QQ66，这牌仔煞落落去铁骑路，怎啊直接跳落去桥？刚才迄当阵是无这火车来入闸，警方是以违反铁路法来办，上当要甲罚5万。有人吵架，有人跳下去了，什么意思？月台有民众伫原街刷来跳落月台，行伫铁骑路，客停拢互其他旅客翕落来放伫网络。代志发生伫台铁台中站17暗时9点45分左右，跳落月台所在是第一月台第3车坐车所在附近，加在当时无列车入站，因为其他民众感觉讲，即款的行为真危险，是真不可取。到轨道下面会不太知道说车子什么时候来，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乘客的安全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很危险。应该请求他们站务人员吧，请他们去检，或者是处理什么的啊，不可能自己下去吧。台铁站务员随到现场来阻止，并且通报予铁路警察。警方调查是姓严的查甫人啉烧酒醉，甲伊的家后姓陈的查甫人冤家。小有时牌仔甲手机也无设立落落去铁骑路，结果2个人拢跳落去桥，已经明显违法。因延揽酒醉罹难，为预防其生命身体之危险，予以实施管束。另全案2人分别依铁路法第57条第2项及第70条第1项规定，函请交通部裁处。警方到现场，将2个人救起来。姓严的查甫人因为已经醉到根本唔知人，警察为了避免危险，实施管束。这对翁某违反铁路法第57条甲70条，行人不得侵入铁路路线这规定，后续发公文请交通部裁处，会面临1万到5万块罚款。警方呼吁，若是有物件落落去铁骑路，应该代替人员，也是警方讲，请因到现场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华邮政公司统计去年咱去欠钱做定存的增加1251亿，敢若每一年的利息都要超过20亿，负担介重。所以公告对今年3月14开始，用网络来寄定存的上低是限100万，若超过都要柜台办理。再来是《自由时报》。中国人口买卖集团甲台湾的犯罪集团来交结，大量来买台湾的护照，搁再以20倍价销卖出去。即马查到国内有4个人去买，拢总判刑，也有14本的护照，可能违法卖去希腊甲印尼等国。最后是《联合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因为这南美等等的8个欧洲国家反对美国来接管格陵兰，所以对2月开始要对这8国加扣10%关税，若是到6月初1之前，又原是反对，就要扣到25%。因欧盟为了要对抗川普的关税威胁，就甲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要签订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要建立一个人口7亿、占全世界2成 GDP 的新的自由贸易区。We are creating the largest free trade zone in the world. We choose fair trade over tariffs. 欧盟甲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经过25年的自由贸易谈判，这次伫巴拉圭正式签署。未来欧盟会对于南美洲牛肉、禽肉糖、甲乙醇等农产品开放更较侪进口配额。南美洲27国是会降低对欧洲汽车、机械、化工产品、甲金融服务的贸易障碍。也毋过，欧盟甲南美洲的自贸协定伫欧洲内部争议真大。虽然内容加入环境条文，也毋过有员方批评监督力度不足。环团更加烦恼，组长亚马逊河南的草树啊，农民更加烦恼，连价格无符合人道标准的南美洲产品，冲击本地农业，连日抗议。Der Preisdruck ist jetzt schon auf den Betrieben sehr, sehr hoch. Jedes Jahr müssen in Deutschland ungefähr 2600. 也毋过对欧盟来讲，这是对抗美国日渐强硬的关税威胁，必要的战略选择以重建更较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这对欧洲的工业甲服务业也有帮助，保证协议有待欧洲议会甲南美各国国会表决通过。全球伫川普关税压力之下，贸易渐渐走向多极化。伫这前一日，加拿大总理卡尼伫中国也达成重大关税协议，温存49000台中国电动车进口税为100%减到6.1%，来换加拿大的龙虾、毛蟹、和人豆甲瓜菜籽等农产品进口税率也减到15%。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译。伊朗反政府抗议，这官方已经承认超过5000个人死亡，佮在暗示讲会来处决部分的抗议人士。这人权团体嘛统计讲，这场抗议上无已经造成3300人死亡。这官方是掠走24000人，嘛是对这1979年以来这伊斯兰革命以来上界严重的动乱。一间银行若像互抗议者放火，伊朗抗议期间，金融机构定正做是攻击目标，反映民众对银行体系真不满。总统裴泽斯基按18警告，任何无公正的侵略，拢会引起德黑兰严厉的回应。任何对最高领袖的攻击，拢等于是对国家发动全面战争。司法部门发言人贾汉吉尔东港也伫记者会表示，确认系列的行为已经互人认定是甲真主作对，这是伊斯兰刑法当中上严厉的罪行之一，暗示可能处决暴动当中互人抓起来的人。这个表态主要针对美国总统川普17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表示，伊朗应该爱找找新的领导人啊，也捌真济届威胁讲，若准示威人士伫咧街仔头互人处决的话，就会介入。ما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رو مجرم می‌دانیم، هم به خاطر تلفات، هم به خاطر خسارات، هم به خاطر تهمتی که به ملت ایران زد. 一个伊朗地方官员表示，全国性的抗议上无已经5000个人死亡，其中差不多500个人是安全人员。这波示威行动因为顶礼拜暴力镇压小可长河，总部伫美国的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17表示，死亡人数超过3300个人，经过查核是有超过24000个人被抓起来。顶个月，德黑兰因为经济严重衰退，互民众不满的情绪转做是政治性抗争，而且拖去到全国，各阶层拢强烈要求结束新权统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搁再来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是发生高铁烧弄败马严重事故，上无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900个人受伤，目前继续搜救当中。当地时间18日暗时8点左右，一台往马德里的高铁对本岛切过来时，这路线切唔到去，所以对向另外一台这高铁来烧弄，嘛造成2台高铁拢败马。目前这双边的铁路拢未通，救护人员全力搜救。美国纽约曼哈顿出名的景点圣13街，去年在1月拄才开幕的 Pokémon 商店传出讲向抢劫，这损失超过台票300万。
人不止在店内，有的人当伫选买商品，有的是伫柜台准备付钱。这个时阵，画面正边门口有3个穿乌衫、派这个派包啊后面的人，其中一个人摕玩具枪威胁其他人袂使叮当，另外2个人摕铁锤一直讲玻璃珠啊。Blocked the door. Kind of pointed some guns at some of the customers in the front, told everyone to stay back, came to the thing over here, started smashing it with a hammer and just taking things from there. They went around the place trying to take more stuff, stole from the cash register and all of that, pointed their guns at a couple more people. 案发地点伫纽约曼哈顿中城甲伊城甲界的西13街。2025年11月才开幕的宝可梦周边商品店，伫地方媒体报道宣传，这几个月已经变当地爱宝可梦的人真爱来所在，生意真好。不过拄到这件抢案，损失的金额超过10万美金，相当是新台票300多万。好在在店员甲人客无人受伤。规个抢案差不多3分钟结束了后，店主才会当报警。福斯新闻网报道指出，匪徒过手了后，沿西13街向西逃走，到目前也无抓到任何嫌犯。详细案情嘛，还搁咧调查。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菲律宾大学海洋科学研究所最近通报，因伫咧西菲律宾海的海水当中有检到核测验了后所产生的化学元素。这研究人员推测，真可能就是来自中国。英国拍摄核准中国伫咧伦敦设一个超级大使馆，引起9000人的抗议，批评首相斯凯尔对这中国来落冷，对中国间谍行动加秘密警察完全是无要无义。政府要有骨气退回中国的大使馆客规。新加坡加强咧掠这违法的电子烟加强势分弹，针对吸买加使用电子烟者，上当要罚代票24万，鞭刑15个，关20年。若是外国人违法，可能一世人拢无法度搁再入境。镜头转来，咱国内咧要过年啊，这诈骗的包裹嘛是愈来愈多，有民众是收到通知，赶去便利商店领一卡1000外块的包裹。加在这店员是真真讲这个厂商的名就怪怪，可能是诈骗，这民众才无去用骗去。如果真的有异常，就不要拿。等有民众到超商领包裹，明测店员发现包裹有各样，当下随提起民众，确定敢是家己所买的包裹，免得受骗。最近诈骗包裹愈来愈多，有网友发文指出，当日收到取回通知，原先要到超商领包裹，好佳在互店员阻止，若无1888块就安尼飞走。实际问其他领包裹的民众，也真正有不少人受骗。电脑店领货，然后后面发现他根本没有买那个东西。然后就好像也是被骗了几千块，然后我妈就超生气，我就付钱了，然后结果那里面不是我订的。诈骗包裹抢讲，唔但爱提高警觉，也有网友整理出诈骗包裹厂商的黑名单，也有超商店员传授辨识诈骗包裹的方法。奇奇怪怪的名字，那个就真的要注意了。而且又看到客人一脸茫然，我们就会稍微温馨的提醒一下说：“你最近有网购吗？如果真的没有印象，你就干脆不要领，把它退回去。”一旦拄到诈骗包裹，超商业者也提供申诉平台，像 7-11 安心处申诉平台、专家放心处、将其包裹退回申请平台，加莱尔富也有诈骗案件申诉平台，经过申请确认了后，就会退钱给消费者。像已经演进到包含像物流、报关行，然后甚至是快递，都是一条龙的诈骗。一旦被这个抓到，比如说有这个有报关行。相关可能被这个检警调抓到之后，他关起来，他就换另外一间报关行。专家建议领包裹的民众先确认到底敢有买商品，基础是取回开箱的时，上好是录影翕相。万一拄到卖家名称是一连串的大户，就要注意可能是假的包裹，上好卖领，避免受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花莲的局里，一个富人人伊行路是较无方便，甲因厝内人讲要出来散步，煞到中昼人也未转来，结果报警察一直到下暗，才伫咧离因兜10公里远的山区找到人，赶紧甲送医。
我们要回家了。暗时啊，搜救人员真细致，将这虚弱的华人人送上救护车，因为已经失踪几点钟啊。花莲桥里这60多岁行动无啥方便的华人人，进前甲厝内人讲要出门散步，中途却是无转去厝的。红赛烦恼发生意外，赶紧报警察。警方调查发现华人人往山边的溪仔边行，伫警民的赖群组内底，请部落的民众到庭找人。党就成立这个。在赖里面群组里面，就是叫我们那个部落人全部下去分工合作去找，还包括我们3级也参加去协寻。他就2点多就走失了。我从1里回来，从5点半，看到群组我就过去到河边那边，一直往河里，一直往上面那个产业道路。搜救人员沿河边山边详细伫找，一直到暗时6点半，搜救人员伫山区发现华人人倒伫涂骹，离徛过大约10公里，身体看起来真虚弱，规身躯也真侪所在刺伤，有时赶紧送病院救治。顺利寻获高姓妇女，并随即送往1里农民医院救治。所幸妇人只有头部及膝盖挫伤，意识清楚。加在华人人救治了后，无啥要紧，因为华人人健康状况无好，民众对着华人人安怎过河一直行，又去行遮远，也一直议论想袂通，警方也来进行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若伫咧网络顶要报名要考机车，若是2个月来报名3届拢无来考，得向停权2个月。嘛，希望民众伫咧报名之前，都爱先评估家己的时间。轨路上有真侪机车，也若是要驶上路，一定爱先考出驾照。不过，根据公路局统计，去年机车考照有约无来考的比率达到24.58%，超过7万人无依照约束来考。现行网络有约的制度，2个月内若是3摆无来考，会停权2个月。未来会改采取累进的停权制度，头一摆暂停15天，第2摆30天，也若第3摆是60天。希望引导民众更加小心来有约。应该是有帮助，然后可以让至少你有报名就应该要出席啦。应该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罚则，所以就是会让他们觉得报名就不出席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就是跟人家约的时候时间要固定嘛，那这样的话大家不会迟到，不会怎样，比较好去安排下一个行程啊。明明是有约满，也毋过现场却是无啥人来考。去年考照有约人数袂少，不过实际来考的却是差真多。公路局因此搁再来调查这数据，认为在制度上要调整的所在。114年预约考机车驾照的人数有28万9千多人，而没有来报到的人数有7万1千人。因此，我们来精进了预约考驾照的这个制度。整个预约新制的一个规划，我们预计会在115年的1月20号上路。除了宣布累进暂停有约机制，要伫1月20日实施。公路局又补充说明，新制在有约天数会由23天延长到27天，增加民众有约时间。另外，对1月30开始，机车驾驶必须也全面取消收费题，改做50题、选择题。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考大学学测英文科的有老师讲，这翻译的题目是出甲真晚，应该是真好发挥。因国文科的题目是真新，会当考出学生的程度。国写作文是透过作家纸面的图文来写出生活中甲人沟通的经验。零下等啊，考生一个入场，115项年度学测18这日第2天，考生应检英文、国综、国写，为伫台北理科区的大师大考场，为少人提早到现场做准备。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心态保持比较重要。就是会怕自己失常，就是考不好。头一节英文科大考中心统计，实际高考人数118162位，缺考率2.31%，比去年较低。台北市高中教师群分析，选择题是困难度拄好，非选题翻译瓦管生活经验。作文主题是近年来渐渐流行的市场物，安心作答。连续4年都是这样子的看图写作，我们15的考生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应该也是对于这样子的架构相当熟悉。好，那就如我们这边看到，就第一段他要写的是先描述这个现象，好，然后第2段是探讨，分数要尽量往上冲的话，有个很重要的策略是也要去好好利用图片中的线索。中药科目各种考题，大考中心评析，今年难度中间偏较难，偏向以解说为主，大部分小文意也是意向的侵占了解。第2部分国写以韩剧爱别共切入，用面为主题，讲人甲人的互相关怀，也有纸面图文来写出生活中甲别人的沟通。
我们可能会因为对到脸，看到对方的眼神，其实重点不是只有脸，是因为你对视产生的那个情绪波动，因为你对视产生的情绪波动，而有了一些同理心。大考中心统计，各种科目缺考率是2.39%，国社缺考率是2.81%，比去年较低。也来考试场违规统计，英文科95件，各种67件。上侪是考生无早到考试时爱在有效证件正本，而且无伫规定时间内底送到位，分别是52件甲30件。记者综合报道。伫过年时啊，真侪人拢会办年会。台北市宣布要打造无分城市，这头一个示范区，就是要办伫咧迪化街年会大街。时到这道路边甲顶仔骹拢是袂使食薰的。日头出来，礼拜二过到了，未少人到迪化街上款踅街。随旧历春节就要到，迪化年会大街也一定会有大量的人流。北市府的规划伫去年推动无分年会大街的基础上，佮扩大禁分范围，佮会加做市长周万安无分城市政策的头一个示范区。对这里的空气，对这里的环境是都很有加分。毕竟还是有些人不喜欢闻二手烟，就像我也是。大家都会有遵守啦，大部分啊，90%几啊。多数民众拢认同，点头也认为成效袂歹，也毋过也有点晚。朱浩表示，因为无明确公告会当不分区，造成食薰的人转去行啊，衍生乱档分散问题，增加管理难度。经过了解，禁分区增加明乐街、西宁北路、南京西路、甲民生西路范围，不分区原本锁定娱乐市场外，也是大丢掉尾头，也毋过拢受到反对，所以还未定案。在公园社里长也不同意了，天道上说要大道什么的，我也不同意。为什么？没有作用，联络大街那个距离拉太长。至少要有一个专区嘛，有些抽烟你也要让他有点尊严吧，不然像过街老鼠一样，我觉得很不好。食薰的人表示，希望伫无影响他人的情况，家己的权益甲需求也爱互尊重。北市卫生局强调，会继续甲在地协调。吸烟区的一个设置，一定要跟地方来做沟通。吸烟区的一个设置要离民宅有一定的距离。有没有空地？有没有办法设室内？它应该是要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学日本，不要只学一半。那列机关拢指出，年会大街是开放空间，而且自相混合。若要学日本设置不分区分流，爱研究好相关的配套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伫咧屏东潮州的过年时啊，是对2、9暝办甲初5连续120点钟是拢无休困的。因这番仔生理若要好排单地点就真重要。即届今年上好位的迄区是以34万标出去，嘛是历来上界悬的。192222。听到工作人员叫号，得标打还真欢喜。全国各地打还最开标进行上正快体育区34万标册创历史新高。得标金额34万。屏东潮州春节市集，去年超过30万进出。2016年旧历春节会为过年暝开始营业到正月初5透早，连续110点钟，也因为24小时营业。往年打还伫附近大埔旁，趁透早来报名。4点吧。那几点起来？6点多吧。今年潮州春节市集会规划410个，包含特区47个，一般区363个。直到特区开标，一般区伫20到23天开放登记了，投考决定。全国各地的我们的摊商朋友，甚至有来自金门啊，有来自台北，还有来自台南的一个摊商朋友都集中到我们潮州这边来投标。公司表示，今年特区竞标5项创新权，人数、投标数加押标金拢比去年较悬，显示全国打还对潮州春节市集有信心。为照顾当地人，一般可以保留117个，和潮州节的打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东去年的万冬稻，因为风台拖到12月才来收成，这嘛造成讲今年的早冬稻报产的时间变甲真逼。因为过年会有油菜花通好看，今年就可能就无啊。不过也是会当去到关山来行春。今年的菜花稻产是用马祖来做主题，一直展览到4月时。台东县的稻产，农民也油菜入肥，已经陆续被环土灌水准备种今年第1期稻作。往年过年伫中国产区看到的花海景观特别结束。农民讲，今年过年较慢，加上去年风台影响，自己稻作较慢收成，即嘛拄阁是报产期名单，只好拍掉入肥开始种产。我们面积比较大，也不可能拖到最后面，那样可能来不及，所以都会有一些会提早。
虽然过年假期看无花海，毋过关山电动会伫美国学校每年前的彩绘吊美，今年向天后伫遮做主题，伫景观台沿看到用6种色水的稻仔种出妈祖形象，也游客抢先来欣赏翕相。关山电动会表示，这妈祖彩绘稻田伫过年期间会上好看。很厉害呀！春节的时候呢，会是最漂亮的时候，颜色会是最饱满的时候，可以一直展览到大概今年的4月。关山电动会表示，关山镇有100年历史的天后宫，今年特别推出妈祖彩绘稻田，希望过年沿风调雨顺。过年期间民众来遮行村，希望带予大家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家己做的福尔摩沙卫星8号，伫咧去年成功来发射。家己太空教育馆甲国家太空中心也办展览，透过 VR 加 AR 的体验，希望大家会当来了解卫星的技术，安怎来守护国安、提升防灾。学习囡仔挂 VR 的目镜，用卫星好的2号甲好的5号的影像资料做教材，互囡仔会当伫模拟动画甲真实的地球影像当中，用浸水池的体验来认识卫星的功能甲科技。带囡仔来遮佚佗哦，就是用这种游戏的方式，然后学一寡甲天文啊、科技啊有相关的一寡知识，非常的有趣哦，而且小朋友透过游戏来遮佚佗，生啊真趣味。除了卫星科技的体验，展览嘛了解卫星运用的相关科学技术。家己太空教育馆甲国家太空中心，伫好的卫星8号成功发射升空了后，做伙举办卫星主题展览甲龙观活动，希望借这个机会传播相关知识，嘛分享台湾卫星科技的发展。我们除了知道台湾太空目前的最新的状况之外呢，我们也把最新的科技跟太空的连结让孩子们知道，希望孩子可以从这个特展里面呢学到更多，然后更多的想象，然后可以参与到未来太空的研发里面。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个铁粉。为什么？因为那个吸起来像刺猬。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好的8号发射成功对台湾有重大意义。毋但上顶太空技术自主研发的能力，嘛会当透过真清楚的影像，守护国土安全，甲提升防灾救灾的能力。希望透过展览甲活动的举办，互民众来理解卫星安怎为太空来观测地球、守护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第2间的动物园要伫咧内门开始试营运，注重价开发甲动物优先，要期待成主文。毋过讲这票价是比寿山动物园的较贵10倍，交通较无利便，是引起众人的议论。探试营运头一天，家长带囡仔来参观高雄第2间动物园野心动物学校，囡仔一直伫算现场看到的动物。绵羊，还有嘞，马。你觉得这些好玩吗？好玩。会当真近看细只蜡里，也个有问世的生活习性，民众感觉真特别。园区是伫指定市，苗方同意市政府以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得到土地，当年敢若收1块租金，以内门自然环境做基础规划动物主题课程。不过票价甲寿山动物园比起来较贵，以一般大人的票价，内门动物园爱399，寿山动物园敢若40，差10倍。个内门离市区较远，大众运输嘛无方便，伫网络引起袂少讨论。周遭怎么景点都没有啊，吃的也偏少啦。对啊，所以以它这种价位的话，我会觉得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它的场地蛮大的，然后布置的就是还不错。那这样的票价你可以接受？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就是带小朋友有新的不同体验呐。市政府回应票价是因为促进民间参与方式，有厂商投入建建资金，也个后续动物的照顾成本爱家己负担，无亲像寿山动物园当年由政府经费补助。其支出成本包含了设施整建、动物照养、设施维护以及人力等成本，票价反映市场化营运的价值。新园区为陈桥担任市长时代的规划，初期可望吸引真侪观光的人阵，顶望5望都会当持续落去，会当真正带动当地产业也甲观光产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养乐高雄高岭公园去年10月才拄开幕，才不到4个月尔，都民众讲有看到车道顶底下咧四界热烧。这农业局嘛表示有接到民众的通报，现场就掠到2只。车道顶停伫树顶真大只，有点仔恐怖。
高雄高岭公园去年国庆日才拄开幕，每一摆若是周末假日，有民众来遮散步也是运动。也毋过最近民众连续伫公园发现青豆丁，烦恼青豆丁已经伫遮做收了。绿鬣蜥都很多啊，很泛滥。现在不是都已经扩展到台南啊，甚至往北移动了吗？甚至不是说它离岛都游泳过去了。我觉得它就是破坏生态，因为它毕竟没有天敌啊。做一些控制，就是说不要让它说继续繁殖。对你繁殖太严重的话，它一只都很大只，很大只有时候会让一般民众会有惊吓的感觉。拄仔伫树顶，也有人伫草坡看到青豆丁长去的长尾溜。青豆丁这种炭疽真强，外来种，民众就讲高雄市府应该派人来抓，也进行管制做法，以免破坏生态。也是惊到来遮活动的囡仔，也是老大人。农业局于昨日下午接获国岭公园园方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并捕获2只绿鬣蜥。青豆丁出现伫丁清湖边、丁清湖甲高岭公园，今仔过一条路，这2个所在拢有真侪人看到青豆丁。高雄市府和民众若发现青豆丁，影响这场所管理单位来通报，农业局会是派人去抓。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北海猪是台湾的保育类动物，目前的数量是存无50只。有环保团体就指出讲，即马台中港的粉化工程含这北海猪的生态地是小港所在，那动工落去，恐惊威胁到北海猪的生存。一阵台湾北海猪同齐伫海里游水，不时浮出水面，喷水换开。这是去年6月伫台中港翕到的珍贵画面。但是环保团体指出，目前台中港的扩建工程参北海猪的生态地灯塔，若一个动工，恐惊对北海猪的生存会造成真大威胁。白海豚的族群现在其实是已经呈现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了，再给它增加新的风险，再夺取它的栖地，增加了它误进港区的危险，这对它的族群存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风险跟它的影响。环保团体表示，台湾北海猪是唯一伫台湾西部海域定居的海猪，但是目前因的生活范围所有高达38项的开发案在进行，包括台中港扩建、加彰化离岸风电的工程等等。为着互民众做伙关心北海猪的生存危机，环保团体举办讲座，甲民众讨论开发案对环境生态影响。白海豚足少人听到的，参加这个活动较知影的。即马台中港要搁较侪建设，因的环境搁愈较困难啊。坦白讲，我真的觉得蛮不乐观的，对于白海豚未来的现况。那因为我本身是做生态教育相关的，尤其是国小的，所以我会希望能借由我的力量，然后进入校园做宣导。环保团体表示，目前台湾保育类北海猪的数量存无50只，强要断种。无适当的开发案，唔来破坏北海猪的生态地，增加污染，更加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环团讲，因嘛有发起反台中港扩建的联署，望民众同齐关心北海猪的生存危机，重视环境的永续发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敢会看台湾棒球经典赛比战，也因为这是运动部成立以后第一场国际1级比赛，部长李勇嘛强调，这补助绝对是历来上界悬的，卖用上悬的规格落去准备。开训了后，遂开始练习。林嘉靖进行驱步练习，接的球是为台湾研发的高阶发球机投出来。前阵模仿包括大谷翔平在内等一流强投的球路，是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引进的上新投球机。过去 iPitch 我们是因应着集训的需要，我们是租借的。那在国训中心，他们国家就买了这个 iPitch 的设备，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用完之后，未来其他国家棒球队的训练，其实也都可以用得上。演过比战国际比赛，发球机敢来当租，即嘛是固定的设备。国训中心嘛建伫独立的动训室甲餐厅。运动部长李勇讲，即届是以最高规格专业资源、组训丰富证书等，补助是6年来上济。历年来真的是补助最高，今年达到6400多万。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说以一个运动员来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没办法确定最后成绩如何，但我们希望把最好的资源提供给我们运动员，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向前迈进，去好好比赛。回想在20几年前，在这边训练的时候，跟
目前现在的环境来讲，其实真的提升非常多啦。教练费、选手的所费、工作人员费用，也加国内外食食，采专案核定补助的基准，专业补助旅平险、意外险、甲失灵险，要让选手放心投入训练甲比赛。气氛真好，互相分享。队长陈吉贤讲，穿国家队的球衫还未将大，不过大家做伙担当，会往好的方向行。中华队伫国训中心的第一阶段集训到2月14，那2年后2月23会选到台北大巨蛋，再佫透过真侪场甲日本职业队的交流赛，整合出上强的队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那讲到 F1 赛车，伫咧过去76年以来，敢若5位女性的赛车手，为着要拍破性别的印象，英国有企业界开始咧推广开课，要培训新一代查某赛车手。即马15岁，伫英国北威尼斯出世的佩克，伊驶一只有插 More Than Equal 超越平等漂移的赛车。真有自信伫西班牙巴塞隆纳加泰隆尼亚赛道来驾车，为着要愈来愈进步，大概常常练习45分钟，都要进行一个月技术讨论。佩克6岁就开始驶卡丁车，即马进入4级方程式赛车轨道，伊是拼性命想要拼入去 F1 1级方程式赛车。It's quite sad because there's no one to really look up to, you know. I know the only point scorer was Leila Lombardo. She was quite impressive in the sport. F1 赛车全球的买奖对2018年成长63%，来到8亿2700万，是上受欢迎的体育比赛，伊也是体育界真少数的混合性别比赛之一。不过过去76年以来，敢若5位女车手伫 F1 赛车场拼出名声。The More Than Equal's mission is to try and find and develop the first female F1 champion. A bold statement given that fewer people have won the championship than have been in space. 为着拍破 F1 赛车场的性别阻碍，超越平等针对查某囡仔开专门的赛车手发展计划，针对查甫甲查某伫生理、心理甲技术面对的差别进行无共款的训练。然后最近因为影音平台 Netflix 有一出 F1 驾车求生的纪录片真情，这也互真侪少女嘛想要去驶卡丁车。But I watch Formula One quite often, and so like I kind of know how to get around the track. Don't be shy to do it. Just be brave and have fun.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下晡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7度到21度。中部地区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15度到27度，东部地区16度到25度，外岛地区12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